这用卡当骨落去控的。啊，啊，上面滚米色汤，他当嘿，猪大骨啊，猪大骨。阿君哦，哥你真正足厉害呢，安怎你就搞食鱼啊？为什么？啊，食咸就安尼尔。无啦，食鱼啊，你要看伊会晓食两食，你就要看伊晓汤头。一般是袂食到头去，灯火内行的啦。真正。头布袋人在装爱足够称的，连鱼翅嘛剥落。这根本袂晓啊！啊，你是安规个头一个输哦？对啊，伊个鱼头足甜的呢。真正的吼。啊，你食安尼哦，安尼就知你是市内人啊，系啊，剥的咧。哎，你讲人安尼是咯，你都是咯，真正是真正布自细汉阮爸就安尼甲我教的系啊，啊。对对对。鱼头就要变食较变安尼啊。即若看布袋人入来吼，大家就是要食蓝带啊，因拢甲称啊够清气的。你拄仔讲啥物台啊？蓝台啊。蓝带，我才讲蓝带啊。叫这是叫蓝台。你讲叫人台啊？蓝带啊，嘿。所以台湾听讲，贵无贵我是无听过。国语。我是无听过。啊，阮遮海口人讲蓝带啊，嘿，蓝台啊。嗯。